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Actually, this time in visit to before Canada, we visit to UK. And during that time, we prepared some teaching in English. You know, my teacher is from England, English teacher is from England. She very much sort of encouraged me to speak in English in England. I told her, oh, I will try, I will see. Maybe it's not, I'm not so sure, but I will try. We did some kind of draft, something like that. After we reached England, English people, they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They speak very quick and very good. I said, oh, maybe better not speak. Better don't speak. Better not to speak. Better not speak English. Now in Canada, again, even though in Canada they have officially maybe one or two. Two official languages. Two official languages, but the English is the sort of major language. Majority. Yeah, majority. Again, I think it's not a good idea to speak in English. If next time I'm in Italy, maybe I can try. Maybe like an Asian country, maybe I can speak some English. Yeah. 다 드네 다른 쇼베 가져와도 지시람 제부사지 가져와다 디고 게시하래 안데 시 닐루사데 닐루스마다 지단 실람 제부디 구림신데 녜마 셰아르지 딘데 기게 삼로메 라서 간다야 지 가져와 다 실람 제숨사 게제대당 게제텔이 최네 연두산에 안 다나 쇼베 슈베난 신기 은지 우니 주세난 장도 야나지 다가나 리얼리티 토하는 아주 삼당시 금세 삼당 과데 계속 차디어레스 디지 근세 삼당 드리차디 지 케바르 지 친이지고 케바 philosophical 케바 딘데기 레가르지다 쿠즈기 professional 쿠즈기 첼레르지 딘데 뭐이바 마란수기 미즈디에 다 딩사 뒤를 유저집에 나로려야 미수수 미즈디에 알레장지 가르르다지 미즈기 진탕기 따셔이네 아래 다는 신기 간지 토하는 의미냐 고 야기에 쓰는 단도 야나 집도 주사버 중국의 인주산 리급리아 아주 예바도 군세 삼동과 지다 군세 삼동에 토네 아주 미시기 닝부스는 단도 야나 지르나 디디 야기에 공배 간지 당고와
这三大的，给全部掐掉了什么成语？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讲到了根、道、果这样的3个部分。早上我们谈到说，这个根，它可以说就是一个根本、一个基础，也就是万物的万法的一个实际状况、本来面目，它的一种实相是什么？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就是按照它的次第，就是根、道、果这样的次第去讲哦。总之，讲到哪里我会有想到一些想法，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就像早上我有提到一点蛮重要的，也就是在所谓做各种的这种修持的时候，比如说无我也好，空性的时候也好，它都在告诉我们的是万物它实际的状况到底是什么，而且重点是你要在现实的生活中去做观察，要贴近你的生活的这样去做修持，去找出真正的那个根本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么所以很多佛法的学习，无我啊、空性这些见解的学习或是观修，它不是为了帮助你增加各种哲学的知识，成为一个哲学家，成为这样的一种专业知识分子，不是的。它的重点，我觉得尤其在佛法的这些见解，尤其在我们现在生活的21世纪里面来说，是更加的重要。因为在活在现代的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整个生活里面很注重的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要开发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更加的有所进步。那所以，如果这时候对于佛法的这些见解，也就是根本万物的实相，你更有一个了解的话，我觉得它对于增进我们人生的价值是非常有帮助的，或者说更能够帮助你了解到底身为人，或者说人生它的价值在哪里，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透过这些思想思维，可以帮助你了解。大的呢，刚才西南这边个，南给南下什么的，南来吹些，但是。Now, I will attempt to offer a brief, condensed presentation of the second component of ground path and fruition. I'll attemp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path. Toma, nama sangive, ji chogolia shube goblia, kunjo sumki ta munzi se sangi che kindu sum sadi munzi shebs ko dati kashwaji nama sangive cheki zawasana rado ningbu sana rado kada de imre ta kunjo sum 모르세 뉴스단에 아니 상계디 람덤바보 다 람가 땡게 선한다도 지 가이드 더치 더 최더바보 선한다도 람가 지 타베 람로서 람가 땡게 니지 신경로디 차대요레스 아니 최디 그런 로세 람디 차대요레스 안다 긴뒤디 lam trube cho saran rado lamda lamlian producer nyamdo roro rti en ki du cha de yore chi chi de wo zhi chi yore。平时当我们说在进入佛门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必须要认识到的就是什么是三宝，也就是佛法僧三宝。它很重要，因为三宝可以说就是整个佛教的一个根本，也是佛教的精髓，就在佛法僧三宝。什么是佛？也就是一个导师，我们称佛为导师，也就是他是引导我们走上到达解脱的这样的一位引导者，所以我们说佛陀像是导师。那什么是法呢？法就是道法、道路，前往解脱的那个过程、那个道路。
再来僧宝是什么？就是你在一路行走在这样的一个旅程上、解脱的道路上的时候，你的随行的友伴。大等于就是啥呢？这个确让，这个确的，他让得不起，这他不是这个，这个他别个，别这个，密语这个他不起。他把他们这前边恐怕是呢，这个都大看的 liberation， 他这里就来些个，那是做些个啷个的，这确的是这是叫什么？这当我这个原理啊，啷个能原呢？这个啷个忙不起来的，做些个 choice 什么的，他是当我忙不起来的，啷个看些了，能原呢这。迷茫不，热牛啊，现在这样都，但是，这familiar 什么的话，就是越的吧，真这个啷个忙不起来的了，那啷个还些里啊，我说现在民主牛买不起，这啷个这里啊，前面呢，跟着超越，这。familiar 是那张图，我就是其他还没会啊，真这个人家就忙不起来的了。那么就没忙不起的，当个钱的人家的，就忙钱的就，剧也不是那么没忙不住些人家。提托的啊，当个钱，可能是人家上不了，可能还是剧也不是 familiar 印象，的人家的主要的，主要都对要的。现在人家的没时间做年面哇，真正人家学边呢，这人家的就人家都是自己钱，然后就这里啊就淘宝都啥钱，这人主要7天去了。所以这里谈到佛法僧的法，它其实就是一个道路。那目的地是哪里呢？也就是解脱。我们也可以说这叫做遍知的佛的果位好了。它总之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所以佛法它其实就是那个道路，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地的那个道法，那个道路一样。讲到道路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看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常常会有许多的道路让你可以选择，其实就是很多的机会，很多的选择，很多的道路。那道路也有分很多种，有些是前人都走过的，换句话说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再一种呢是没什么人走的换句话说相对较于陌生的一些路。总之很多很多种。有的时候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你会发现许多人会选择的路大部分都是大多数人走的那条路，我们会选择这一条去走，因为它相对比较容易吧，也似乎比较安全。那另外一条路可能都是比较陌生的，相对来讲它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而且可能也有很多危险在里面，所以我们都会有所迟疑如果要选择那么一条没什么人走的路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迟疑。这里就是啥呢？大家的语系的没别啷个之类啊，大都是就是啥？这里啊就 curious 什么的，什么的，但是这里啊就参什的就看出来，啷个的呢？是让专业面子，就是呢 curious 什么的，但是这里前面呢，看这样专业呢，什么的是参什啊就这个就看出来，这里啊抓的是嘞。这了同样都是来自用的啊。因为呢，第一个啷个的拖了，中用给没的用印象，这些知识的啷个提过这些知识的，但我用写字嘛都，没忙我是打这个嘛吧。哪里？这个这个地方就是个去年的7月各度里啊，各位新年啥的，我就那么听见，该都真说。这是那个商业的，就改的这区别吧。商业的地面呢，当然就是可能他说的是，商业的改宁不的是，我嘛，劳动者你的，
ane sange saade langa dina chimbares chinje ane taji Quran su yong je diri shebre saji tadi kese di choji ne nga zulia di lo tongchang nge ge je chwa la so 제자 di 가서 다데 디엔드지기 대점 뭐인바 다당 아주 기지 living person somewhere 다들 집에 개회 신이 사데 다다랑 베 랑가데레베 바식니 수权的 somewhere 디지기 다지 living some person 도스 여비 인두산에 디 가이드를 대체 로고야사디 게심브레사디 다 간다 조디 다 임비네 개회 신년 되게 조다 랑가들 친비나 안 터도 교란데 용거를 해서지 가수에다지 미유스는 장도 간다 디고리아或者 편연다 안다지 디 니주 마부지 송교하래 이 송비미네야 아주 다 타마텔이야 더돈 dem 랑가데 타르 무시우지에 버체 드리두산에 텔레알라 레알라 버치 메미 인두산에 아주 미게르긴 회네 지 수술이에 베지 이시에서는 다한도 야나지 로타 쳐버선다 드리지 과디 개좀 샤려 알아서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陌生的道路，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佛法对我们来讲就像是那条陌生的道路，就摆在我们的眼前。Free to ask me. Oh, thank you very much. No problem. I really appreciate it. Old friend. Thank you. We're all in a living room together. I will take you up on that offer. Sir. Actually, this time, you know, Tyler is my interpreter in London. Then he can go back to America. And the 事实上 Canada 这一次那个 somebody else. 这次的英文翻译是 Tyler， 他是我伦敦时候的翻译，后来他回到了美国。那本来应该是另外一位翻译，但那位翻译生病了。You know, this message, I received this message. I'm shocked. Well, 本来我蛮惊讶的，糟糕，就没有翻译了吗？所以我就想，完了，我要说英文了，这可不是件好消息。所以， fortunately, we get invited. 很幸运的，我们就从美国再把这个 Tyler， 这是英文翻译呢，再请他过来的话，我就放轻松了。Please don't relax too much because I might need you to correct me. Oh, I thought I can have short sleep. Maybe not quite. Okay. 好，所以讲到这个道路的时候，很多时候佛法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一条修持的道路，就像是的佛法，就像是陌生的一条道路，现在摆在我们的眼前。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于一条陌生的道路会有一种好奇心，甚至有一点点的兴奋。诶，这条路到底会是长什么样子？我如果真的踏上了这条路，这个旅程它会带给我的是什么？我会惊艳到什么？你可能会充满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但是也因为很少人走过这条路，所以你会发现没什么人可以问。因此佛法就像是这个样子，现在对我们来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上会告诉我们，当你要踏上佛法修行的旅程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位我们叫就像是导师，或者像这个导游一般的向导一样，那他被称为叫善知识。当然最早最先的那一位善知识，那一位导师，就像我刚刚讲的三宝中的佛宝，就是佛陀。那佛陀我们可以说他是几千年前那一个第一位踏上这条旅程并且达到目的地的那一位一位导师。但我们常在讲到佛陀的时候也会感觉那好像是几千年前的一个传说，一个故事是一样的。
所以当自己现在在踏上旅程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位活生生的一位善知识，他现在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位善知识。换句话说，他是刚刚才去过那边才走回来的。如果能够依止到这样的一位善知识，那就非常的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位善知识身上听到他告诉你，这条路它大概样子是什么，你最终会达到什么地方，而且走在这条路上对于你会起到一些什么作用，什么利益，一些什么样的改变。那所以依止善知识是很重要，就在讲根道果的道的时候，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你要第一个有善知识的依止很重要。再来就是因为对你来说这是一条陌生的道路，所以你的坚定的心也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有一种好，我要踏上这条路了，所以我要开始修行了，你也要有下定决心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啥呢？确实就是啥呢？大家看出来，没，确实的，现在我就参政，我就写就是啥，大家说，就让路过度嘛，就会什么呗？过度嘛就会生那啥的，大概都是说给今年说的还会生那啥的，就。告诉他，完了，他这边是这，参参，俺说他告诉他，先了一起钱的，让了一起钱的，来哪有的事情，这里用的吧？哪啥？这我那前面呢？这让了一起给他的，先了一起给他来哪有关系去了？他就说，这让过度嘛就什么了？他就印象，就说，这一些年来哪有个事情？因为啊，说里啊，参，这他说他这说三不马桶去，热心看里面三不加马桶去，说，第二句啥呢？第一句在哪呢？俺这个。让一些家的，可能好不习惯的去。因为他这个去年的钱个都了，但让了一些才能找到，让了顶罪的，就一切的，可能看什么去买为呢？俺这个去年的家啥的，可能好不习惯的去。第二就是啥，他等于就让他听到了呀，作用就是啥呢？可能看什么就说出来就确实颠簸才能找到，老大确不，大人心给。就落在颠簸，一起颠簸，停止是买为民呢？俺你就用途也买不起，民就啥呢？但第一就是的，全年的是就啥呢？后来就开始的这，让的一起给他开起不的，因为的来拉不起，参同我们都是。其实一般来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应该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所以因此应该对自己也是很容易相信的。比起说要相信别人，其实你应该更容易相信自己，因为理论上你应该自己是对自己最了解的嘛。但我们发现常常我们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好像不太相信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对于自己并不够了解，所以你很难相信自己，也因此很难真正有一种信心，或者你的决心也就不够坚定。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像刚刚谈到的，当你要踏上修行的这个旅程的时候，你踏上了这个道法的时候，如果自信心不够，或者换句话说，它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了解不够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一路走起来，你的修行之旅是会很辛苦的，因为你对自己不了解，你的信心不够，所以所谓的向法的这种心也不会很坚定，也因此最终你很难达到那个目的地。所以我觉得这里一个重点，在讲到道法修行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对自己有某种程度的信任，
而这种信任是来自于对于自己的一种了解。但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드리는 다 지금 그래 다 practice dharma chevikaliya spend lots of time similar to 주주 방법 쉽지 to sort of search sanatakadoda so search true because search yourself somewhere with that so 가리면 뭐지 search 해야지 다는 신기 to learn how to sort of就소소리야 다시 뽑아 개야让你信念不强第一个特别看这个第一个道理啊就是忙不当知道当然是 how to richness 什么的人一个但是具体표준操不起压不去啊真正家里边呢这告诉他就是忙不起아주 땡겨와서 Rangigu punsamsok. Rich yourself somewhere with that. Enrich yourself. Yeah. 所以什么是修行，或者说这个道法哦，它其实指的就是它是需要花时间的。你就是在修行，就是你需要花一段时间，或者说有时候是很长一段时间，你在探寻自我的一个过程。或者修行也可以说就是你花时间去让自己找回自己的信心、勇气的一个过程。或者你可以说修行就是一段领悟、了悟到自心的圆满跟丰富的一段过程。다는 터도 미윤 드러서디 다당 아주 랑가고 기셰두사네 it means you can reach some place it's called 가르쳐다지 liberation 이내야 땅우유 니수 토리아 되지 place 지금 내내 liberation 차나지 매임 다 조조디 랑가들 치니 걸리걸리 랑가들이야 가수지 냠용사 에너지 규에 차네 타마타마들이야 수수기 레슨 som으로다지 그게 롭존도 상황 라츠도사네 에네 신내지 가수지 수수기 true nature 가림의 수수하고체 다는 신기 다지 랑가랑 규에 차용도사네 에네 신내지 liberation 사지 용하여 버치 이 파트디 소디 롭존 차 파트 주지 마도 지 오늘 전에지 사자제 레서로 지 유해버지 되는지 기지 이사마스 라서我们这里在讲的是道，跟道果的道，也就是方法。那讲到道路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条道路最终好像会有一个目的地，那我们会称好这个叫解脱好了。但其实道法在这里强调的不是那个某个地方，或者说那个目的地，它其实重要的是在整个旅程、整个过程是重要的。当你在慢慢修行的时候，你在一步一步的，其实你是在一步一步的熟悉你自己。在这段过程中，你有许多的功课，许多的挑战，你必须去完成，必须去面对。但其实最终，当你走过了这所有的一切，你会领悟到，原来自己是丰盛的，是圆满的。换句话说，这个过程它最终帮助你，其实回到了解到你原来自己是什么，你对自己完全透彻的有一种了解，这个就叫做解脱。所以我觉得什么是道法？它其实是帮助你学习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它的重点是在这里，是这个过程，是学习，而不是最终你会到达某个远处的某个地方，并不是。邻居山的 part 下的别人今年我做今年 end charge 真的是没有吧
more like in and out somewhere. Lasa. Circle in and out. 다 당부지 out 是，and the in 下下，and 个里几，让我让出，就掐入去，里几把这掐的有是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道法它并不是帮助你从甲地到乙地，我觉得这个道路、这个道法、这个修行，它是在帮助你从外围走到了里面，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从甲地走到乙地。所以它是从你本来你不认识自己，而帮助你深刻的向内走到了里面，透彻充分了解了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修行，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天来只眼个，但人用入写不呢？但人用啊这个，大概说，这个对呢这。Further development 什么的话，它全年的前面呢，它的这把空白的抓入去，这是俺做的，然后是教养的。它的第一个这对吧马航话，它的测试的，就是说对吧马航去，第二这它的一个就是那让看了对吧马航去，第二这菜套入去的，第二这没得穷啊，第二下来不入去，过哪入去都下掉了，它的第是。Human two original some ordinary. It's just like too ordinary, too simple. 大家我觉得这 more basic, attractive some of it. 但是 more amazing 这些用下去，我觉得就全掉了吧。以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平时呢，我们一般感觉到修行都好像是带着一种期待，就是对于未来我可以变得更好的一种期待。你觉得修行就是这个样子哦？我透过了修行，我会越来越进步，变得越来越好。其实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意思就在说，我现在不够好，我透过修行，我未来可以变得更好。换句话说，修行可以帮助我们超凡入圣。세상 아주 지기 냠내 체주사나 삼동다로 more 가르지 consume the chair not much sort of like 가르다지 appreciation consume the shuk chair appreciation sta meaning 가디네 다지 야가 best wonderful 다지 bana 就确实比呢，确被第四季被大瓦拖了，就确给拖了，就第四季虚比呢，那就选对了就不是，第四拖呢，就拖上上不去，但那么就推蒙个确这个拖上呢，大家说的就干嘛来上上不去，但这件还是确两的切搞的呀，这是 consume material， 就 consume 这是用过了。所以如果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修行就会变掉了。我觉得它会变得是你的期待它高过于你的感恩。换句话说，你总是觉得你不再会欣赏你所学习到的佛法了，因为你永远期待的是更多未来的更好，所以你会觉得想要学到更深的一些法，这个词，这个佛法听过了，它太一般，这种一般都在讲的，我不要，我要更深奥的，还有没有更甚深的一些法教或口诀？所以你会觉得总是活在一种期待更多、更多的一个未来，但你反而都忽略了，你都没有真正欣赏你现在所拥有或者你学习到的任何一个佛法的东西。이제 로마들 가시 용디 알았어. 로마 가시 안지 다 수수고마 잠조다지 심제 수사로 진짜게 라마들 예임나 안다디 치수 텔레시라라지 아저 디시라라 딱 고지 가셔야지 양 텔레 라마 텔레지 가셔야지 체니라 체라 야나 지 양지 라마도 주
배지 more profound sort of teaching nange de chungmeimina and telea asar samro telegar chechi di chele chu lama ningbathiso o tati lama de denji shirara chi thona mebchi ta mi shinda ke o tati lama di kyorang lama marves ki tv mina o tati ku zane ji kyamdu de simge ji ma do ke shu mes shirara mare do do chi de ji shinye de long de yare。所以刚刚说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也碰过一些学生、一些弟子呢，他们就像是这种情况，他们比如说最早他们跟随了某位善知识，接受了皈依戒，然后发心发菩提心戒、菩萨戒等等，但接着会发现他们都不太在乎那些给予他皈依戒的戒师了，他反而总是在想要找的是更出名的一位上师，或者是更会说法的，或者讲的内容更甚深的这样的一位上师，有一点喜新厌旧的这样一种状况。甚至有时候会问他们说：“哎，最早你不是依止那位上师吗？那位为你皈依的那位上师吗？”他的回答还可能是：“哦，没什么，对，我现在不依止他了，因为他只是给过我皈依跟发心而已。”就是会有这种心态。这张大家嘛不羡慕些，也什么了 appreciation 下的，给什么其他人什么的。第二就是啥呢？他的别人虚伪呢，我就能够是别人误导了下有呢，我就误了的呢是告诉我这 meditation 下了，这吃药了。第一套呢，我这个 lesson 都是老中都是两百米呢。但能够误导啥的，知道我就能够你们打把车新别个，或者手表个，或者你们打把车新别个的两个都是。这米色个要嘛，哈来个是个要嘛，或贵嘛，能够个或者做当都是。我就这里米色同样是开车要嘛，差不多说误灯也没哈我们多啊，当的要吧。因为的同样是给没咋，误当嘛当然，我就能够同样开这个嘛。但因呢是误中午了米呢，在这边看出来他是3天了，国民为个可多了。但是呢是误了 focus 车用就是啥呢？这些都电用就是啥呢？误中午吃嘢，就误东嘅嘢，汤不误东嘅嘢下过。误啥的？差几文银吧？别就木土呢当官去，盘上马去吧，就东古嘢吧，的俺就下过。那的呢误的参车上了，俺那俺就这个什么那土也买不起，你们到底下过用就是啥呢？现在就讲能用当的啊。误当的，别这来拉不休息就误当的啊的，我那成的是呢，的开始学的差的啊去，我说出来了，开始学过的应的去，这样别这 condition 对不对？这个差异的，可对呢的越不都行，我这边别赚钱，没这个别赚钱的越高嘛，他的差异的越不都行，就是啥呢？这个 appreciation 是难达不？然后呢，这我呢没得说，我查完这人多少少多少，这个个错了这几个吧。这个就是啥呢？现在这哦，我呢这说说，第几没有人民多，第几，他这第几早晚的没有人民多，他误当的呀，这第几人都少少了去。你错个就是啥呢？第几用啊了？别米是哈来吧，别去搞出来这个，别这个，没得自不如去啊，看不自不如去，这怪没有钱，真的这个你去别贵嘛，
来了真的是给那样说自己净土了。修行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这里想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你要感恩你所学的，欣赏你的每一个当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呼吸，我想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像是观呼吸的这样的禅修方式，我想以这个为呼吸为一个例子。谈到呼吸，很多人会，其实我们现在能活着就是因为我们在呼吸，然后它是一件如此普通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你每天都在呼吸，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注意它，很多时候它就会被你忽略了，你甚至根本忘了原来我是会呼吸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观呼吸的禅修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你试着在专注在自己的一呼一吸上，就像现在我们一呼一吸的时候，你才会突然有一种发现，哦，我在呼吸耶。再更继续的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呼吸不就这么一次，它是不停的一口气一口气的在呼吸，它没有断过。再更进一步，你又会发现，糟了，如果哪一天断了，我大概就没命了。等等，这样你专注放松的去观看你的呼吸，觉知在呼吸的时候，你会有许多的体会。你会发现，原来呼吸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它是我能够现在活下去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这样的一个呼吸，甚至氧气好了，你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取得氧气，它如此丰富就在我们的周围，你随时可以呼吸，你会觉得哇，好棒哦！你会有一种真是很感恩，甚至觉得自己好幸运，很欢喜跟很幸运的感觉，就在自己现在一呼一吸之间。这时候你就会很感恩呼吸，你会觉得很欢喜。这时候再好的车子，再好的房子，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了。其实只要是一个呼吸，你就会懂得感恩它，就会懂得欣赏它。这就是我想说的，在讲道的时候，就是在讲修行的时候，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心态，就是感恩你所学的，你所拥有的，欣赏每一个当下。那这里就是啥呢？咱们无啥说么子，按照 example 就是，那这里就是啥呢？俺们是开上就是 conference 做的，第克多利亚、纽蒙、过来啊，是你们点哪什么的？但第一过来啊，是给帮不出不的。现在到这里就是电视剧影展，开上的那边吹起，俺的这都对学的这个面都什么程度？拉萨。所以道法这个部分，我想就以刚刚这个呼吸为例子来做一个解释了，就不多说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谈的是，因为在昨天我们有一个研讨会，在这个会中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对治烦恼，所以我想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因此我想延续一点在对治烦恼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啊，接下来会跟大家说。这就是啥呢？他这Dhamma path啥的，Dhamma practice啥的，他做这 dealing with 有啥？他就是 dealing 起来过程啊，说的呀，肯定是些，他说的是，他让的呀，就这样肯定起来吧，但是这个的肯定是还吧，第一个他做起来的。现在上给这张能够呢，就让给扎起学生来扎的，刚来开学入的，就是说个 emotional 的 dealing 起来的，刚来开学入起来，就说的，就扎生什么的，扎起学生来扎的，看不得起学入的，这就说起来的呀，还就说，语气上也不起，说这个，这就是啥呢？第九在点呢，但是让的呀，就干什么的？
지 emotional 토네 dealing 차데 갈래 가셔 most difficult 드립스트 차디요. 那是。讲到这个烦恼，我们可以说自己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烦恼，而最困难的一个挑战，也就是处理跟面对我们的烦恼。所以在这里我们谈到是根道果的道，也就是道法，其实就是修行的方法。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如何跟自己相处的一个过程。你透过修行，你就知道要如何面对自己，尤其面对自己的烦恼。但是讲到处理烦恼，这常常却是最棘手的一件事情。到底就在了点呢？这牛梦，这缺牛梦的年不主要是那啥，他可能就牛梦女的忙不起送下来，他到了这3个月缺他们家了，这牛梦女的是没救不是那啥了。牛梦女的不切的没送是，得买不起，把它藏不了。但是人与女也是那张，让给这 emotional 的dealing下，第一个讲讲出去，做，那第几零对不起，都差掉了。第二因啥？俺就给全年们切课都里面呢，你记没记？被卡起的了不就？卡的这确切就啥？卡起的了不就马上了？卡哪都穿，叔叔的这。他说的是牛毛的，大致 focus 起来是呢，他说的 facing 起来了，这几个起来了，他就懂吧的，开始下差掉了。什么叫做佛法？它其实就是对治烦恼的许多方法，就是佛法。所以，因为我们的烦恼是如此的多，所以呢，对治的方法也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佛法不是对治法。换句话说，佛陀所开示出来的每一个法门或者每一个方法，它都是在消除我们某一种情绪问题、某一种烦恼。那所以所有的佛法，它都是降伏自心的一个法门、一个方法。也因此，当你说在修行佛法的时候，要了解这一点就很重要。它是都在处理你向内、处理你的情绪、面对你的烦恼的一个方法。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向外的形式，它是向内的面对情绪的方法。没想到个这个 emotional 呀，那就这些家的来了不嘞？这个多年多是，大家能说说的跟这 emotional 呀，但是那就去看花些什么东西啥呢？哎呢，这些叫多么多啊？这个，搞了好多。常常呢，我们要说别人的问题很容易，但是要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却是非常的困难。我就搿对呢，就 excuse 是猜测，吃了 excuse 是猜测，但我就给这 emotional disturb emotional 的这些叫都是打球的，所以女梦会捐身来打的，但第热当的搿类全部的 excuse 的吃了猜测。你了点的冲送，不了点的冲送啥的，这些个嘞，团他们他所以给捐一不是那样的，所以你就看到全部的，所以看得起来对吧？其他要嘛嘞。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是那么了解自己？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很喜欢找借口去回避或者去逃避、推卸自己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们总是会想要向外的找寻很多借口，譬如说有烦恼啦，或者说有情绪啦，你都会说是他人的问题，或者说因为那件事情怎么样，你都是向外去指着。当我们烦恼的时候，你很少会试着马上向内去看一看，反省一下，去承担说，去面对说，其实是自己的问题。我们很少这么去做。第一就是第三 ，free to speak，free to 告诉大家。他说这三家写 free 吧，马就 free 吧，马就让完的，三家让完的写就三，但是让完的，什么人啊？就比如当时的，没现在人啊，比如当个吧，没现在的这，但是什么人素质之类呢？没他们素质之类呢？我写错的是啥人呢？是三家，给写啥人写错的是？因为啊，这样，什么就当过
수술이야. 수술권이 가르쳐야 되지. 가르쳐라. 수술기 녀모비捐下되래 free 인지레 something. That also free. Lare, Don't forget somewhere. lare. 제가 네 주사네. 디 freedom 대 수술这个我们常常说，现在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时代哦。我们也的确都是如此的自由，但我们的言论跟思想自由都是在讲别人，都是在想别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总是向外去说别人，去想别人怎么样。其实修行是应该你要向内，你要给予自己一种自由。你要给自己什么自由？给向内反省自己，说说自己，想想自己的一个自由。네 주산 딱하다 아주지 배지기 레렌 탐지 지를 다사는 신기 바 주주서 가난도 거지 주주아리 딱 용모 발이야 년이야 가수래 년부 때야래 담보 교육이 지 가수래 남경아 excuse 차데 카치로 주면 가난도 거지 주주지 에너지 신의 가수라다지 수수에게 지시 심주치 하사는 다도 야나지 서치하는 좀 고주가디 고주다는데 이제 가난도 거지 주주네 주가 되는 고주가 벌써 차득이 있어서 所以这里都在说修行，或者说这样一个修道的旅程呢，它是一趟向内的或者说承担的一段过程。有一句话说叫众过皆归一，就是众多的过患其实最终皆归于自己，这里的一指的就是自己。所以修行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不再找借口了，你不再推卸责任，你不再说他怎么样是因为他因为那个情况，而是你终于开始向内的去说，愿意承担面对自己的这个情绪跟问题，这个就叫做道法，这个也就是修行的意思。其实没参与说是一个捐的，说是我写不了去。切看难度过，就是我写不差多少。新年纪 causes of suffering 在那当中，刚也有啊，就是就我那成的 basic cause 对不对？再缺不的，再缺说了，新年过了去，大家第一步都眼了他去，用个的马多呗。但你这个 basic causes condition， 这边再缺马当切。그뒤 님이 참여에 기배 즉 카다스로 치료 경향 써야 되나 안디 니주기 가르쳐지 녀도 용세 시즈디 아니 잔 저주 많아나 아니 녀도 매차 매워서 그라 하고서 미가로 지기질이야 가르다시데 我常常在想，所以如果每个人懂得修行，换句话说，就是懂得自省、懂得反省的话，其实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也就可以消除了。因为什么？因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其实就在于自己的这种内在自己的烦恼之上，它就是一切痛苦、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这个根源斩断了，我们去面对了，其实各种的结果、各种痛苦问题的结果也就消除了。但是如果没有懂得这一点的话，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在旁枝末节上去找寻、去做的话，那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点的话，那最后只会变得大家都在推卸责任，大家都还是继续着烦恼，这样下去只会是更加的恶性循环而已。大家愿望的还是需要能心的，是告诉大家，就 disturb 这愿望不情感，但这个就是愿望，但是没着往过去写的啊，但因为呢，在外愿望图书，但这些题目书，但的那了没对不起，没研究啥呢？但那么就这愿望图书的。디나 먼저 야 말아. 저 단요 뭐 도스 셰 뉴스다네. 셰다 되샤
di mu stu xie ya le ta de ji ngwe sin ka la ru ji yue de su shi ngwe sin ya ji khong zhu sa de ke ji de en da nan xin ji identify 什么khong zhu sa de ke ji mo xia da nan xin ji khong zhu gyön ke ji mo xia sa de de ji le la shi khong zhu de ngwe se te wu shi za 안지 디 그 공회사 내 라보르시 다들 되샤 디스카라 하르시 지 거지 야부인 배서지 양 참자 두부인 배서지 타주가라 하르시 안다 디무사디 디모는 몽바레 드린주사네 아니 좀 고르 몽지 가린 디모 코랑 가린 지 뭐세야데 가라 하부르 심베 수르셰 디모 코랑 가린 뭐여 마신 주 코랑 주 마셔데 안 디모 겐 가린 뭐세 가라 하부르 다 남경 아주 집에서 시주산 다 망부시 시에요 다 남샤체 이나 운숭 소수에게 용화라 다 디모 시주산에 디 오늘은 디모 렌도 와서서로지 되지 뭐세야 돼 하부면도 성장烦恼它有分许多种，但总归来说可以归纳为三毒烦恼，也就是我们说贪心、嗔心跟愚痴。那这三种呢，要了解它有一种难易度在的。首先最容易的，我觉得最容易了解的一种情绪、一种烦恼呢，也就是嗔心。什么是嗔心？它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它会造成的，就是一个人很嗔怒心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不好的结果？其实这些我们都还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种情绪。但稍微难一些的就是贪心了，因为贪心呢，它有的时候它导致的结果是好的，但它有时候导致结果又是不好的，它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你要了解到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比较不容易了。再来最难的是愚痴心，我们说愚痴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愚痴，它是很难被知道的。那因为你很难了解到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你也就很难真正知道愚痴会带给你怎么样不好的结果，它的问题在哪，你也很难说得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虽然像在佛学院里面可能都学了很多，或者经论也读了许多在讨论什么是贪心、嗔心、愚痴等等，但是譬如说愚痴好了，你实际向内去观看自己的时候，你很难指得出来这个情绪它就是愚痴，它是并不容易被发现，或者说被指认的出来的。大刚的还是他的就是也是他好的他这个搞出来的是牛毛把跟我想了没想到这个别这个牛毛被过了牛毛被这搞出来过这些毛给不到这牛毛被跟写个怎么写个提出去个测这个说出个搞出来的这我那这那个搞出来的这说出人一个外来有没有跟我说嘛通把这些都大伙儿活怎么这些怎么的嘛到呗是啦这个 motivation 什么的这个这个当然别 change 切出来搞了好不起来什么的等于就是呢但是这个这些家小民这些家小的那边拿了这个下这些这不这当活儿这什么的嘛都定我那是呢这人国家家团而去说是三百国家家团而去等这差不了呀点就说说了这什么时候去结果吧用啊去结果吧点嘛结果都安的这些怎么好的嘛都呗安呢的说说给他去什么时候来呀把它 transform 什么嘞到底是啥的
가봅시다 이제 什么程度？ 所谓的对峙烦恼，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它只停留在理解的程度，或者就是一种知识上。比如说，有人告诉你说：“哦，这个烦恼贪的定义是这个，嗔的定义是那个，它们造成的问题是什么什么。”那仅仅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它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真正撼动到你，或者说感动到你，它没有办法真正对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就好像只是你脑子里面多加了一些资讯而已，这样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在对峙烦恼，在修行对峙烦恼的时候，是要自己去体会它的。哦，原来这个就是嗔心，我现在就在起嗔恨之心。你必须要自己感受到这个烦恼，然后同时你也去感受到，原来它造成的问题是这个样子。一定要自己去体会到，愿意去看自己的烦恼，那才会有用，你才会真的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而愿意做出改变。大不起，大等你的就忙不起啥的，你女生大不起是啥？啊，今天去面对什么程度？你生意好嘞？生意就忘记了嘞？啊。生意学会的啊，生意学会个嘞，啊嘞，广大王是学会广大王，个嘞还是多大 ？I think I already spoke something from 2 o'clock until 3:30. It's a long time. 我想我从2点讲到了3点半，也够长了。Feel boring. 也够多了，多到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了。Then there ar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or what is it? Meditation session or something? What? Freedom to meditation? Freedom through meditation. Freedom to meditation. Through meditation. Through meditation. Freedom through meditation. 明天早上的主题好像是这个，透过禅修而达到一种所谓的自由，就是解脱。Freedom through meditation. Sounds a little bit serious, a little bit funny. Okay. 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严肃，但也蛮好笑的。下午会有灌顶，明天下午给的是有一个灌顶，是文殊菩萨的灌顶。Okay. Some people believe. Some people that truly believe I'm 900 years old. 很多人真的以为我900岁。Not working very properly. 所以我的脑袋也比较迟钝一些，因为我太老了。虽然我看起来还蛮年轻，有个年轻的身躯。Inside the what is called that? My insides. My inside is very old. I think that sounds a little bit strange. 但我内在看起似乎是很老的。No, inside body is very old, but maybe. 等你就是大忙不起来就羡慕我去。那等你是记不长。老松。哎呀。总之呢，就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